大家好，我係排骨啦，今日又嚟到爐呢邊啦。哇，呢兩位坐意師都非常之可愛嘅喎。哇，睇完之後感覺真係好甜美，又非常之可愛啊！今日咧就嚟到爐呢邊嘅陽光酒店啊。咁啊，呢間酒店咧大家都比較熟悉噶啦。入咗門口，向左手邊呢個方向咧，一直不停咁向前行咧，就好快啦，會見到我哋目的地，唔使一電梯位啊，直接向前台個位置直行就可以噶啦。今次介紹呢一間就係紫月水療啦，新裝修，環境非常之唔錯。估唔到水池都有啊，真係可以幫佢加下分啦。洗手盆啊，個位置都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啊，連一滴水都見唔到啊。更衣室環境都好新淨，沖涼位呢個水壓最緊要夠力啊，唔錯唔錯。提一提大家呢邊泳池都好大個，大家都可以喺度游水添啊，真係成個酒店嘅泳池咁樣。冇錯，佢真係酒店嘅泳池啊。餐廳位置呢都非常之闊落，唔錯啊。環境我都覺得非常之唔錯，幾好嘅。咁同埋呢度啲嘢飲都 OK 啊，仲有啤酒喎，不過就要收費啦。汽水嗰啲呢就免費嘅。同埋哇，佢嘅自助餐，個自助餐好豐富啊，蝦蟹都有啊，仲有佢仲會有三文魚、刺身呢啲都有得俾你提供啊。淨係睇個自助餐都感覺非常之豐盛啊。以水會嚟講佢嘅自助餐呢啲款式呢算好豐富嘅，而且另外一樣嘢呢就係，除咗豐富之外呢，佢味道一啲都唔失禮噶，真係拍得出面啲餐廳啊！哇，見到呢，夾多啲嚟食下先。大堂方面呢，佢除咗出面呢有獨立電視之外呢，每張梳化椅呢都有電視噶，咁大家可以坐得舒服，同埋環境呢又夠寬敞喎。哇！呢度點解有啲位置咁暗嘅？可能大家想瞓得舒服啲呢，亦都可以喺呢啲位置坐下噶。唔想咁暗，光猛啲都有噶。你睇，其實佢呢度裝修完之後呢，好多位置呢都好新淨啊。如果大家中意唱 K 嘅話呢，呢度啲 K 房呢啲氛圍感呢真係一流啊。咁如果唔想唱 K 又想打麻雀嘅，又得呢度亦都可以喺度打麻雀都可以噶，冇問題噶。行下呢，喺大堂就撞到小妹妹小妹妹呢都非常之熱情可愛啊。你是這裡布展嗎？對啊。為什麼布展這麼漂亮呢？原來妹妹而家都做咗坐意師，大家記得多多支持佢啊！佢係299。另外呢邊亦都仲有一個好搞笑嘅坐意妹妹就係233啦，非常之健談同埋好中意笑啊！你在笑什麼？沒有啊。你是做什麼的，小妹妹？採耳。你做採耳還要做什麼？做採耳還要做什麼？頭巾、把手。都是這幾項對吧？哦，你個子多高啊？1.55米，真的1.55米嗎？真的，好卡哇伊喎你是，哪裡都卡哇伊。而家呢就入按摩房嗰度睇下先，咁個走廊呢應該一睇都感覺係裝修完啦，成個格局呢好新。既然新裝修咗冇耐，房間都一定係乾淨企理啊，床單都係白雪雪，而且個空間感呢都唔錯。你好，22號去15米服務。按完之後，梗係去水吧嗰邊食翻個美味嘅餐蛋麵啦。呢個餐蛋麵呢都算數一數二啦。